续震动的消息，来看国民党停过第一波的大罢免。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话讲，8月23第二波的罢免寸土不让，要来启动着作战的计划，要甲民选、甲地方组织全面来整合。讲第二波要互罢免的这7位立委，拢爱互因安全过关。民进党嘛积极来备战，立法院5.1战队将串联选区来动员，要做罢免团体上有力的靠山。我最强！甲拍那计划是和选手做回合上，担任赛事主席的江启臣笑甲真灿烂。在比赛前，佮道具为停过罢免的国民党立委落地强赞声。面对8月23的后一波罢免，家己也充满信心。人民都一再一再的用选票告诉为政者，人民希望国家安定、社会和谐，所以我相信台湾人民是有智慧的。主打正直白，用理性回应罢免团体，国民党也正做伊的靠山。听讲党主席朱立伦已经调集党部干部，全面整合民选甲地方组织。后一步要启动区域联防，目标是7席拢未当减。反对罢免，我不出来投票的话，那我告诉大家，这7席没有1席是安全的。我们也会分工分组来去进到这7个选区来去宣讲。立法院国民党团也部署当兵，除了顺利通过头一波罢免的24席立委，虽然负责特定的选区，而且全部导入第2波战场外。现有的扛棒甲布条，也将会为8月23中期核心的公投做宣传。那力赢有因的策略。民进党团5.1战队，我们昨天已经分别联系了南投、台中。包括新竹、新北，剩下7个罢区的在地的党团的同志们，有需要5.1战队去协力的部分，我们绝对会更加把劲，不会让任何公民朋友孤单奋战。面对在野部署当兵，民进党团也谨慎应对，陆空战同时出动，要全力支持罢免团体，在8月23挽回局面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